歲啊8月16號 My Face 就會得到 Josie and the Uni Boys 成 Diesel 成 Ketchup 嘅呢一條頭巾。唔係買嘛？唔係買嘛？唔係買嘛？跌埋底你都唔要？唔係買嘛？跌埋底你唔要？係睇到我呢個 headband， 揈極啲頭髮都唔會甩咧，好靚啊嘛！記住咧，8月16號買呢個 face 就有呢一個 headband 係我嘅好朋友 Josie and the Uni Boys 成 D 數出嘅，係啦。如果咪買2本咧，就送2條啦。其中一個最大嘅興趣咧，就係每個禮拜喺報攤同埋書店裏邊咧嘅集區裏邊咧，揾佢哋每個禮拜點樣挖空心思咧，送一啲好有趣嘅贈品。咁今次咧我發現咗呢個係幾好嘅，所以要介紹俾大家。如果8月16號大家買 face 嘅話咧，就會得到呢個頭帶。我諗冇頭髮帶都好睇。大家8月16號記住去買Ketchup Magazine 去支持我嘅好姊妹 Josie and the Uni Boys，佢哋有呢個好精美嘅 D 數嘅。